我也不是说沒有煩心事兒，只不過有些事兒啊，你越想越煩，倒不如不去想，對不對？我不是煩，我是覺得這生活太沒意思了。現在我所做的事兒，都不是我想要做的。不是吧，哥？你知道有多少人羨慕你嗎？啊，又有事業，老婆又漂亮，這要換我啊，早樂都樂死了。你不懂，這事業呢，是我爺爺那時候創下的，奶奶又很厲害，所以集團的元老們對我奶奶都很忠心，用不着我操心。至于老婆嘛，也是我為我奶奶娶的。在結婚之前，我們倆根本就不認識，更別說什麼感情了。我覺得吧，這個還是正常的。感情嘛，慢慢相處就有了嘛。我爸我媽還不是，結婚之前誰認識誰呀？真的？真的。那他們現在怎麼樣？現在好着呢，老两口。所以啊，我覺得哈，老婆呢，只要人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那個有句成語4個字的，怎麼說來着？就時間長了，就感情就好了。那個日久生情。哎，对对对，日久生情，日久生情。想不到你小子說的話還有點道理啊！走，哥帶你去吃好吃的。這家餐廳啊，排隊都排不上。真的？一會兒就知道了。哎，這麼晚了，我都真的餓了。哎，我知道呀，有一家新開的烤肉店特別好吃，我們一起去吃吧。那我們還等什麼呢？走吧。哎，不過說好了，今天晚上必須我來請客，请你給小姨個機會，表達一下這幾天對你的思念。我說我怎麼就那麼愛你呢？走吧，服務員買單。啊，那你今天早點休息，明天我再來看你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我就說嘛，這家店那麼好，等到現在還沒排到我們倆呢。是時候了。我快餓死了。顧總，裡面請。哎呀，好像是顧先生，真的吗？快去看看顧先生，快去，顧先生呢？啊！